大家好，多謝收睇米其倫馬1月28號咁啊跑法谷啊，斯蘭斯加3彎啊，留意下啲放頭馬啦。咁啊嗱，未講今次就上個禮拜日咧就做唔到啊，得隻開心指數嗰場就 win 咗就中呢條位置 Q 嘅咋，咁啊就做唔到。嗱，今次咧就揀兩場第3場同埋第6場啦，俾大家參考下啦嗱。咁啊，第3場先，第3場我7號做膽多3、4、5、6啊，即係3、4、5、6、7啊，4班1200米咁啊，膽就揀隻長勝力區啦。咁呢隻長勝力區咧，咁其實睇翻咧，而家就大熱門嚟嘅，都合理嘅呢組馬咧。其他後邊嗰啲馬咧，我就即係由8打落嘅馬嗰啲馬咧，我都真係揀唔落手啊，咁啊都係揀前面嗰啲馬啦，咁啊揀翻隻長勝力區啦，咁嗱第一隻長勝力區咧，大家都睇到佢後勁非常之強，咁啊雖然呢個跑道斯蘭斯加3彎係比較係利放頭之後咧，但係呢隻馬咧喺1200嚟講咧都算即係都算準嘅，咁啊3冠就2個季軍就1殿。咁啊，即係其他啲馬咧衝上嚟一段啊，咁如果計翻佢嗰個走勢啊，真係喺呢個跑道輸蝕，咁但係嚟講咧，呢組馬就比較渣啦。嗱，今次阿潘頓騎啦，嗱，如果你睇翻今季嘅賽事咧，其實就跑咗5場裏邊咧，都係法谷嘅4班法谷1200米啦。咁啊，得2個第3個第4啦，咁啊平均即係都1分10秒末段可以交20秒。計末段時間呢隻馬最快，但係好可惜就次至臨尾一段嘅啫。咁啊上場跑到第3就望空唔到啦。咁啊上季尾咧，你要講翻嗰場嚟講咧，即係7月9啊上季尾啊825個場次咧就留到最後啊，霍雲星122磅咧11位衝上跑1咧1分09秒4，末段22秒7㗎呢場馬。咁啊，今次啊，如果計翻就加咗5磅，咁就轉咗潘頓啦。如果計翻跑1分09秒4，22秒7嚟講咧，喺呢組應該係掃晒嘅。咁啊，今季即係叫做孭住130磅啊，117.9咧，咁都係跑1分10秒3。當然啦，睇翻都係有啲出閘麻麻地啊，個檔位啊比較外檔嗱。今次就潘頓再騎翻啦，即係潘頓上場，因為就去到末段望空唔到啦，都叫衝到一個第3，時間非常之慢咧，1分11秒。正嘅咋嚇，咁啊如果今次有5檔，咁啊上場叫做有啲意外啦，佢都好肯追嘅隻馬，咁啊既然隻馬都即係上場啊潘頓跑到第3，今次再騎翻咧又就抽過5檔咧，咁啊捉佢做膽啦嚇，咁啊另外就3號呢隻團結勇士啊，咁啊嗱，咁啊揀咗呢隻，咁啊。佢就即係其實咧，啲次即係其實跑1000啊、1200啊咁啊，1000啊追唔切啊，1200又好似唔係好到，咁啊即係1000同1200之間啦，咁啊嚟到今季跑咗2、4、5場咧，跑咗2場1000，2場沙田1200，咁啊上場就整個快活谷咧，即係初轉快活谷就贏咗啊，輕鬆贏喎居然嚇，咁啊可能就真係吹一檔啦，咁啊上場嗱，既然330嘅場次。11月第4位就跑嚟1嗰陣抽一檔啊，1分09秒6，末段就23秒正，贏完之後咁啊叫而家加多6磅跑啦，冇有冇上場咁好形勢咧？嗱，真係上場叫做走喺內欄慳晒位跑，咁啊但係睇翻咧即係佢嗰啲呢上季同埋今季一路跑嚟咧，次次都用一段㗎，即係次次都擺喺前咧就叫做。末段就俾人追過嘅啫，咁嗱今次即係成組馬嚟講咧，都係呢幾隻馬嚟講咧，咁如果佢上場快活谷咧，都叫做留啦，隻馬都好肯追，即係快活谷啱跑啦，咁啊希望咧佢快活谷呢隻馬咧，原來係即係會跑高少少咁啦，捉埋佢啦嚇，咁啊另外一隻就12檔嘅智醒攻略啦，咁其實如果計翻咧，如果計隻馬咧，即係唔好計檔位咧，其實呢隻馬咧1200都準㗎，即係贏過4次，4個亞軍，2個季軍，2個殿軍咧。如果佢計嚟講咧，快活谷1200係非常之準啊！咁啊上季尾咧，仲喺4班咧，都係呼風喚雨㗎，又跑去1跑去2咁啊！今季咧就升上3班之後，頭嗰3場嘅3班就冇乜影啦。咁啊減過分之後咧，11月20號210嘅場次落翻4班跑啊，咁啊巴道啊，7月就7位86啊，咁啊停賽啊，分12末段22秒8㗎，咁啊去到上場咧轉咗艾兆禮跑咧，咁啊早段又俾人立臂啦，咁啊之後又失咗平衡之後咧就跑到第8翻嚟嗱，呢兩場咧
降咗班嚟講咧，其實如果睇翻210亞巴度嗰場期咧，雖然就你要停賽，但係我覺得隻馬都有啲走勢嘅，咁即係佢話佢快活谷落4班嘅黐線咧，其實即係我覺得係點都咧，即係就算贏唔到都喺近㗎啦。今次就抽個12檔，咁啊睇翻操練咧，如果睇翻咧，如果我覺得隻馬咧一路即係佢一落4班之後上場2場輸咗，今次咧又雖然係助手騎啦，但係隻馬咧，我覺得一路即係嗰個狀態翻咗嚟喎嚇，嗰個12檔真係唔敢講。咁既然可能有得分之下咧，即係智醒攻略咧，我覺得有做到功課啊，即係操得唔錯啊，咁去捉埋佢。咁另外就志合拍啦，報文呢隻馬，如果計翻又係非常之準成嘅快活谷千嘅4班就係呢隻志合拍。咁啊5同7即係是但揀一隻，咁啊睇翻如果後邊咁強都係揀翻隻7啦。咁啊嗱呢隻馬咧就同程1冠2亞2季1電，其實輸3場，輸3場嗰裏邊咧一場跑嚟9，其他都5啊，跑嚟4咧就輸過嚟2馬位，平均呢隻馬都跑1分10秒啦。呢隻馬咧真係唔係好高嘅4班咧，即係啲馬弱啊，或者即係得幾隻超咧，佢又炒入嚟。咁啊，今個跑3場嘅快活谷千咧，一個第2，一個第3，一個第4，都係平均1分10秒1、2啦，末段23秒1嘅最快啊。咁啊，但係咧就呢隻馬成日都氣管多血㗎，咁你抽9檔131磅。布文都騎慣騎熟㗎啦，次騎親咧，佢呢隻馬都好勤咁，所以就捉埋佢啦。呢隻咪好準㗎。咁啊，另外就6號呢隻貴麗人生啊，咁嗱呢隻貴麗人生咧有啲冷門機會我覺得嗱，今次嗱即係丁冠豪咧，即係今季轉咗佢咧就跑2場嘅快活谷1002啦，分別就一個第6上場仲要輸到離晒譜啊，即係完全冇譜嘅。咁啊嗱，今次要捉佢咧，我啊覺得佢咧又係咧即係喺操練方面咧，睇到隻馬咧好積極㗎，又同大浪淘電啊、前衛火影啊嗰啲幻選旋風咧揾啲馬嚟拍跳咧，拍到隻馬咧好似有啲谷起，即係谷起咗啦。佢可唔可以即係可以係喺呢度踩落嚟咧？唔敢講啦。咁啊，今次係麥明堅，咁啊檔位又唔錯㗎，有3檔咧。咁啊配備方面咧又搞輪即係轉一轉啊咁樣啦。咁啊唔知得唔得啦？咁啊但係咧就嗱丁冠豪真係冇乜牌再玩嘢。咁但係呢場咧要贏就難啊！希望佢產有一直啦，咁3-3-4-4啦。如果嗱佢即係其實咧同程呢隻馬都試過贏過㗎，咁究竟呢場馬咧今次嘅操練咧砰砰聲咧會唔會喺呢度產有一直啦？我要佢爛腳嘅啫，3-3-4-4嘅啫，咁所以就第3場咧我就要7號即係長勝力區揾下判斷啦，拖3-4-5-6啊，3-4-5-6-7咁啊跟住就去到呢個第6場。第6場就係我揀11號做膽啦，都1360咁啊又係4班嘅1200米咁啊揀隻11號，有你有我。嗱咁呢場即係頭先講啦，呢個賽道跟前就會着數啲嘅。咁啊但係呢隻馬咧嗱，如果佢今季跑咗2、4、6場裏邊咧，咁2場跑得好咧，都係後上留一段啦，即係好似季初9月14號024嘅場次。靠沙田1200米啦，抽到14檔巴度今場都係佢咁啊14位衝上嚟咧，跑過第1分08秒9，末段22秒2超晒班咁樣贏㗎。咁啊跟住咧就再出之前咧就擺咗前喎，又話佢搶口啦。嗱擺咗前就冇尾啊，大家留意翻。咁跟住咧你要睇翻喺12月3號230個場次快活谷1000又係擺前首第1位跑係41分10秒2，末段23秒9，即係呢隻馬咧究竟佢贏嗰場就後上啦。嗱今次即係跑嗰幾場咧都擺喺前嗱，但係咧上場1月14號350嘅場次咧快活谷1000巴到再係126磅，有一出閘麻麻地之後留到最後12位咧，衝上嚟跑過第4咧，又係好奪目㗎。同嗰場即係今季初出嗰場咧嗰個走勢咧非常之近，但係咧就輸4分3，究竟係咪呢度即係逢懶就喺度嚼咧？嗱咁今季初出贏嗰場咧66倍，上場咧又想鑑山吞咧就33倍啊！今場再跑翻，咁如果我睇翻咧點解我做膽嘅？我覺得佢12月3號230個場次咧，佢擺喺前至114翻嚟咧，其實
唔係斷好多啊。咁啊當然啦，咁啊擺前呢隻馬唔係佢嗰個走勢。如果今次嘅賽事咧有幾隻快馬喺度㗎呢場啊，咁可能呢隻馬咧守住五六位咧，可能咧留一留咧嗰個爆有少少咧，即係可以爆到上嚟嗱。記住佢後勁非常之強啊！咁啊睇下佢今次點跑啦。嗱，今次就125磅係輕啦，8檔又唔差，咁應該就一定唔係擺喺前㗎啦。我覺得呢隻馬咧有機會咧留住5、6位咧，睇下佢會唔會今次喺度贏啦嚇。咁啊，另外就要隻1號啊貓貓怪啦，喵喵怪啊！咁啊今次抽咗一檔啊嘛，捉翻佢啦。嗱呢隻馬就〜如果睇翻今季跑4場有3場嘅發育谷千二啦，就一個第一個第二，咁都係跟前置㗎，咁要喺11月26贏嗰場咧抽一檔啊，周俊樂11月第3位派1分10秒正末段22秒5啦，咁自己做步速，咁去到跟住再出就抽個大外檔12位咧，所以第5位派3啊，居然係全場冇遮擋之下都跑嗰度第2翻嚟。冇斷嘅喎，上場轉1200咧就結果就又係抽12檔留得太後4碟咁樣，即係根本上輸晒嚟跑。嗱今次抽一檔咧，我覺得都要立翻佢㗎，所以呢隻馬咧即係贏唔贏到唔知135號嚟講咧可能會擲到少少咁，但係就既然有一檔咧捉埋佢啦。另外就有一隻我覺得有啲冷嘅快靚王啊，呢隻快靚王咧其實我覺得呢隻馬咧就係比較神經刀啲㗎咁，但係就唔穩定。但係咧一跑得好呢隻馬非常之好奪目，即係好得人驚啊！嗱，記住咧，咁呢隻馬咧就喺上季嚟啦，喺4班跑過1000贏得好奪目嗰場咧，即係466嘅場次啊！上季3月2號跑沙田1000啊，55秒6末段22秒1。咁贏3個幾馬位啊，贏金小子啊，保重，其實基本上啲金小保重都係快馬，咁跟住再出升上3班咗，全部表現啊，方家伯搞隻馬係咩？即係搞到隻馬點解咁唔穩定咧？去到今季跑咗3場啦，仲係即係上嗰2場仲喺3班就冇乜表現啦。上場落4班啊，315嘅場次布文再騎啦，跑沙田1000。孭住134磅咧，首月跑到第8翻嚟咧就要解釋啦。去到28就受出質內閃之下咧就勁勢唔得，即係可能有內閃唔知啦。今次咧嗱落又係落即係都當然啦，佢上場已經降落4班，今次再跑轉嚟呢個咁嘅快活谷啊，即係10月15號102嘅場次咧，即係仲未降班嗰時仲跑過。發育局前咧，首月第4位派1分09秒8末段23秒6㗎，出閘咗人撞一撞擺喺前，末段就冇尾，但係咧就時間咧都可以接受啊！嗱，今次咧揾阿黃志雲咧有5磅減咗128磅啦，配備方面咧又加眼罩又打頭罩咧，搞好多嘢㗎，睇下會唔會今場咧會喺度啦。睇翻操練咧，阿黃志雲騎啊，跟住就助咗騎嗰兩個隻馬好穩定嘅喎，即係嗰個。走勢，我覺得今場可能喺呢度咧，又係鏟一隻爛腳都唔定啊！試下啦嚇。另外一隻就6號呢隻咁嘅可靠大師啦，你睇到佢呢隻馬咧，即係同程咧2亞1季啦。贏馬嘅能力就唔係強㗎啦，擺喺前，但係我覺得今次個賽道咧可能啱佢啊跟前啊。嗱，上季尾嗰2場發育千二啦。6月25、7月10號嗰2場發育千二咧，就一個留到第9位派咗一個擺前，就跑嚟2咧1分09秒4嗰場潘頓騎㗎嗱，潘頓就騎咗加油，我又睇加油咧跑2場1000又唔係咁強，跟住仲又抽10檔，佢潘頓揀咗加油啦，定係霍雲星上場跑呢個可靠大師咧跑得好咧，就俾阿希斯揾翻去騎都唔定啊！如果你睇翻1月7號嗰場嘅發育千二咧，霍雲星騎首月第1位派2，當時抽11檔1分09秒8末段23秒6，去到最撚尾咧75米先轉弱㗎。如果今場抽6檔就埋翻啲，好快咁埋咗欄咧，會唔會今場可以放得翻嚟咧？嗱，今日抽6檔，睇翻操練霍雲星騎摸住3貨，未必係潘頓騎佢㗎，大家留意翻。加油啊！初跑呢個1000爆谷咧，唔知㗎，得個估字咁，所以大家睇下自己要唔要佢啦。我就唔要7啦，要隻6試下。另外就雷神太保，布文咧試過嗰隻韋小寶唔騎啊，
信啊，布文啦，簡直雷神太保啦，咁啊正常嘅。咁呢隻同程都兩亞一季一電輸過5場啊，今季跑咗2、4、6場咧，有4場嘅發股之前咧就一個第二一個第三啊，咁啊都係叫做留住7、8位即係6、7、8位啦，咁啊跟住衝上嚟嘅，平均呢隻馬可以1分09秒8啦。每段可以22秒8㗎，咁啊今次個檔位就抽得靚啊，個磅數116磅嚟講咧，咁啊睇下佢點樣追啦。咁其實有你有我嗰個後勁22秒2㗎，即係如果計後勁呢隻馬，即係如果有你有即係我啲膽咧係衝上嚟贏晒。咁但係個賽道會唔會真係唔夠追唔切咧？唔敢講，但係我就睇翻即係有你有我有個。即係230個場次咧，跟得好前都可以，雖然最撚尾先斷嘅，所以咧我覺得有機會呢就有你有我守住5、6位，而雷神太保都係一個跑法嘅啫，守住7、8位啦，咁啊後邊衝，咁要計後勁一定係11號好過隻10嘅啫啊，咁啊所以就今次咧就第6場我就要11號做膽，拖13、6、10啊，俾大家參考啊。今次就睇下大家啱唔啱心水啊，啱心水俾個 like，祝大家贏多啲，拜拜。